各位市民啊，我哋小陽江，我哋準備緊示範俾大家嘅，因為今日上季節啦，我哋擔心有啲市民會中暑啊，過嚟攞翻樹頭，呢啲唔係紙做嘅，所以有埋嗰啲雪板嘅嚇。大家過嚟攞翻樹啊，我哋只要一個太陽。其實咧更加進一步嘅就係咧。你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開民間電台。呢個係民間電台嘅基本就，呢一個係民間電台嘅基本就。請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支持民間電台嘅抗爭機。嗱，隨時可以上嚟發言㗎，隨時可以上嚟發言，上。政府揸你支咪，有支咪唔響㗎，上嚟。係。俾掌聲呢個兩位。嗱，趁呢個時間啦。喂。我有個靚女上嚟啊！吹下雞先得㗎。係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嘅，我係會長陶麗娜。即係未來社工啦。係啊，今日我哋行七一，主要咧係想為殘疾人士朋友爭取3方面嘅嘢，分別就業、交通設施同埋無障礙社會有所爭取。首先我哋知道喺就業方面，殘疾人士嘅朋友咧喺就業方面一直咧都對住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。佢哋咧殘疾即係就業率咧就好低。咁樣咧，我想政府咧就實施呢一個就業配額制度，長遠嚟講係幫助殘疾人士就業嘅，喺交通嘅方面咧。我哋反對政府宣布地產商官商勾結，我要求開放整個規劃嘅制度，使到居民更多可以表達意見，更多可以參與，更多可以關注我哋嘅環境，俾翻新鮮嘅空氣我哋，俾翻還我太陽，還我東風，還我交通，我哋喺街度行，我哋可以好安心嘅，因為我哋希望日後可以唔需要再聞到呢啲污濁嘅空氣。大家睇下我哋今次嘅灣仔呢啲